过去因为饰演患有脑性麻痹的康安打开知名度的46岁艺人吴林山，昨晚30在脸书 PO 出在国道追撞工程车的照片。他坦言是因为太依赖自动驾驶，分心看剧本才酿祸，也提醒驾驶人虽然进步，依然要保持警惕。艺人吴林山，我分心了，我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到目的地我必须要拍戏，所以我就弯下我的头来看剧本。等我抬头的时候就撞上了，回忆起过程还很惊悚。资深艺人吴林山去年9月在国道内线追撞工程车，时速110公里，造成引擎盖爆开，车头几乎全毁，零件四散，胸部也被安全带勒到淤青。艺人吴林山车子的辅助系统，我们都认为它是自动驾驶，但事实上我们不能够这样认为，它就是一个辅助系统，都怪自己太依赖自动驾驶，当时还造成国道大塞车，事后这辆车已经报废，不过因为座位完整，车体竟然完好，因此又换了同款车。而汽车专家透露，其实台湾没有所谓自动驾驶的环境。汽车专家庞德，台湾所谓的辅助系统都不能列为自驾。自驾是说呢，我不用看路，我手不用摸方向盘，手一定要摸着方向盘，没有摸的时候会告诉你说你这样不对，我不会帮你再修正。台湾只有4G 讯号，因此都是半自驾辅助，并非完全自驾，用于提醒驾驶，并非能依赖分心做其他事。不过吴林山发撞车文，其实只是为了安慰老婆。艺人吴林山，因为我太太她最近刮了车，她很自责，目的是要告诉我老婆说，老婆我出这么大的车祸，你都没有任何一句责怪我的意思。暖心的出发点获得网友赞赏，吴林山也希望透过自己的经验，提醒驾驶人支持的进步，但还是要保持警惕，以免憾事发生。